主持人、评审老师、音控师，还有各位参赛者，下午好。第三段拿来接。对了，没有关系啦。对了，这个层次，对了。天袂光，伊就去村内过花丛，把一个怨叹又阮大项，毋甘阮知伊向雨风雨人，离谱的花丛，为一个梦，你茫茫海也茫茫。点点地等，阮等来彼岸，花蕊渐渐红。